拉住我條頸同我講咧，佢話如果你一出一句聲嘅話，即刻殺死你。你想 hurt 我冇所謂啊！聽啲網民講話，佢哋都係無辜嘅，我係最賤嗰個咁樣嚟。既然我都話咗俾你聽，我冇所謂，冇乜感覺。咁你信我係個爛攤，我冇得救㗎啦。咁唔好再搞呢啲咁嘅輿論落去啦。41歲世紀賤男周永恒最近被爆港鐵車廂攬女，疑似又再背妻偷食。呢單新聞出街之後，前女團成員周曉彤指控周永恒瞞婚兼持續騷擾自己。不過周永恒就否認，仲反擊話係對方求愛不遂，向佢搞報復。周永恒澄清話喺港鐵嘅相中人其實係已經分居嘅內地太太陳薇。佢話當時因為爸爸過身太傷心，所以太太喺度安慰佢。而一向低調嘅陳薇亦都激悍發聲，表示雙方嘅離婚程序已經處理近1年。據知周永恒同太太喺舊年6月已經分居。佢承認喺分居期間，即係舊年9月，曾經同周曉彤短暫拍拖，並且每個月俾1萬蚊幫對方交租。但係兩個人因為性格不合而多次鬧分手，仲話周曉彤將佢啲嘢掟出門口，搞到要報警先攞得翻。而周曉彤就反駁話係周永恒佢，話自己已經離咗婚，而且仲長期上門騷擾佢，就算報警都冇用，因為法律制裁唔到佢。警察嚟到趕走佢之後，佢又翻轉頭繼續，仲曾經恐嚇話要殺咗佢，令佢每日都擔驚受怕。其實佢哋兩個已經相識10幾20年，不過周曉彤強調，同周永恒拍拖期間只係幫佢湊仔，從嚟冇發生肉體關係。周永恒一向負評不斷，醜聞當飯食，坐監當食生菜。佢曾經多次因為家暴而鬧上法庭，之前又因為襲警而被控告，舊年又因為違規使用風火輪而再次被捕，但都死性不改。佢話而家屋企有白事，已經好傷心，又話自從腦部做過手術之後留有情緒後遺症，所以希望外界留一線，俾啲私人空間佢。佢話而家做緊運輸工人，只求賺錢俾贍養費太太。